阿婆黃貫中接受明報專訪，提到女朋友朱茵肚入邊嘅 BB 已經4個幾月啦，你而家嘅心情點樣呢？都好平靜咯，冇初初咁 surprise 啊，即係開始有啲心理準備啦，開始接受咗個現實嚇呆㗎係第一下咩話？即係有嗰下嘅，的確係因為其實冇遇到。即係之前仲喺度講緊，即係前一排有講啦，仲講緊唔生嘅，係咯，真喎，真係冇預算生細路仔嗰種講緊呢樣嘢。咁轉頭真係世事就咁怪啊！阿婆話之後要喺 BB 同埋音樂入邊取捨，令到佢又興奮又失落啊！即係一方面又好開心喎，嚇真係嘅。咁另外一邊諗諗，咦？如果咁我就咁嘅咯，你一手唔可以拎住兩樣嘢噶嘛？你一拎住啲吉他，一拎尿片，你想揀樣啦。咁你咁咪係啦？你抱住個 B， 左手尿片，右手吉他咁樣咯。點算咧？咁就為到又用翻嗰句啦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唔使驚。因為我勞碌命，我都同朱茵講你唔使驚。夜間等我手啦，我慣㗎啦，我慣咗唔瞓㗎啦夜晚。但係你以前朝早可以瞓覺㗎嘛？但係佢就係咁講啦，跟住佢話夜間已經係你嘅，你唔使講㗎啦。而家咧日間應該有一半都係你，因為佢要休息。咁又日間又夜間，咁究竟我幾時可以瞓覺咧？咁我諗間歇性瞓咯，即係個鬧鐘夠30分鐘嗰啲咧，30分鐘醒一次嗰啲咯，好恐怖啊！你陪朱茵照超聲波聽到 BB 嘅心跳聲，當時嘅心情係點樣呢？即係幾興奮嘅其實，即係當你望到即係佢喺度喐，聽到佢心跳砰砰砰砰砰砰喺度跳嗰陣時咧，又即係的確幾奇妙嘅，我覺得即係望住我自己第一次望都望住個 mon 呆咗係，咦？呢個就係我 BB， 即係有嗰下嘅。我自己都錄咗翻去睇完又睇，喺個電腦度睇完又睇咁樣，覺得幾得意嘅係。阿婆話 BB 係仔係女都冇所謂，如果係女嘅話，佢一定會係呷醋外父啊！眼中所有，就算你靚仔過吳彥祖都覺得樣衰咁樣覺得係嘛？即係我懷疑都會，我都驚驚地喎呢樣嘢。呷醋外父啊！我肯定係啊！入嚟照個肺先，下想約我女，會唔會咁咧？跟住個女喊俾你睇，咁咪收投降㗎啦！我諗我會。提到將會喺7月喺紅館舉行 Paul Wong Orchestra 演唱會，阿婆會將古典音樂嘅元素加入搖滾樂入邊，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嘅？呢個係我夢想嚟嘅，咁多年其實我玩音樂咁多年，其實一路都好想同古典音樂嗰邊有得傾，即係可以有咁嘅成分喺入邊。咁終於都可以算係叫夢想成真咯！今次可以終於一齊玩啊！我又可以玩一啲我自己中意玩嘅樂章啊，咁樣咯。即係我唔想俾人哋覺得框死咗搖滾音樂就一定係咁嘅。我希望大家會覺得其實搖滾嗰個天空係可以好闊，即係音樂個天空係可以好大，嗰個包容量係可以好大。